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莎，欢迎来到丽莎的俗语教室。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俗语是即句：人牵唔行，鬼牵酷酷行。嘛有人讲，人牵唔行，鬼牵溜溜行，酷酷行，溜溜行，就是一直行的意思。啊，即句人牵唔行，鬼牵酷酷行，就是咧讲一个人好歹代志分袂清楚，有人要甲牵成，伊无要对；歹人要招伊去做歹代志，伊煞一直对伊去。亲像有人伫咧想讲要趁钱认真上班收过万啊，也是去抢银行啊、博缴，也是去做一寡奇奇怪怪的投资，安尼较紧啦。即种人，咱就会当讲伊人牵唔行，鬼牵酷酷行。你是要去倒位？毋是才拄转来尔？哦，无啦，我转来摕钱，我头拄仔甲阮朋友去试手气，我手气袂歹呢，一直赢钱。我想讲转来摕钱，要来博搁较大个，安尼会当趁搁较济。哎哟，毋通啦，博缴无稳赢的，你还是脚踏实地去找一个头路较实在啦。你捌啥啦？我即摆手气转好，一定稳赢的啦。唉。你真正讲袂出车，真正是人牵唔行，鬼牵酷酷行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即句人牵唔行，鬼牵酷酷行是啥物意思袂？安怎用啊？吼，祝福大家伫手的时拢会当一切平安顺遂，袂去互鬼牵去。我是丽莎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就是介我影片的话咧，莫就把起赞甲分享出去，要你电话观众朋友嘛，为把直接电话咧，开发个小铃铛，爱看你收同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我们本期丽莎会员这对个开始咯，欢迎大家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丽莎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